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 Catherine 高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就係筆架山1號嘅單位，依家我哋一齊嚟望下。今日介紹筆架山1號一個8座嘅單位，實用面積呢係1110尺，入門口已經係做咗一大排嘅鞋櫃，轉個彎呢就到咗長方形嘅客飯廳，飯廳嗰度就做咗一大排嘅儲物飾櫃，客飯廳面積相當闊落，而客廳嗰度呢仲有一個 L 窗，落地玻璃窗嘅設計，再加上呢一個露台。望到出去嘅景觀，主要就係望返屋苑內園嘅平台花園，以至去到九龍塘一帶嘅遠景。單位係屬於原裝間隔3房1套嘅。首先，我哋就係望下主人房。睡房景觀同客廳一樣，同樣望返屋苑內園。主人房呢都做咗2大排嘅入牆衣櫃。主人房面積四正實用，保留返係用浴缸。隔離客房面積都相當唔錯。客廁同樣整齊企理，同樣保留係用浴缸。客廳隔離呢，仲有一間客房嘅，門後邊都做咗衣櫃。嚟到廚房，見到呢3邊都做晒櫥櫃，已經係配備咗煮食爐具同埋各類型嘅廚房電器。廚房裏邊呢，仲有一個工人房嘅，依家呢就係擺咗張工人專用嘅組合櫃床，工人都有佢自己獨立用嘅洗手間。今日就介紹到呢一度啦，多謝晒大家睇我嘅影片，中意嘅話就記得讚好、分享同訂閱我頻道，下條片見，拜拜。